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地球守护队打败污染怪兽。在一个叫做乐乐村的小村庄里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动物和小朋友。这里的风景超美的，有蓝蓝的天空、清澈的河水，还有绿油油的草地。可是有一天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天空变得灰灰的，河水变得脏脏的，连草地都开始枯萎了。大家都吓了一跳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污染怪兽偷偷跑来搞破坏了。这些怪兽有好多种啊，每一只都超坏的，专门把地球弄得乱七八糟。村长爷爷召集了所有的小朋友和小动物说，我们一定要打败这些污染怪兽，保护我们的家园。于是一支超级厉害的地球守护队成立了。他们决定展开一场精彩的冒险，打败污染怪兽，拯救地球。第一只出现的怪兽是臭臭空气怪，它会放出黑黑的烟雾，让大家咳嗽、打喷嚏，连小鸟都飞不动了。小兔子阿蹦蹦出来说，我知道怎么对付它，我们要减少开车，多骑脚踏车或走路，这样空气就会变干净。小猪阿宝也说，对呀，我们还可以种很多树，树会把脏空气吸进去，然后吐出新鲜的氧气哦。于是大家开始种树，还一起骑脚踏车去上学。果然，臭臭空气怪越来越小，最后咻的一声消失了。接下来，河边出现了一只塑胶垃圾怪，它把河里丢满了塑胶袋和保特瓶，鱼儿和海龟们都快不能呼吸了。小鱼阿泡泡哭着说，救命啊！我的家变得好脏哦。这时，聪明的小猴子阿奇跳出来说，我们要减少用塑胶袋和吸管，自己带环保袋、环保餐具和水壶。小猫咪阿花也说，对，我们还要做好垃圾分类，把塑胶丢进回收桶，这样它们就可以变成新的东西，不会跑到河里了。大家听了马上行动，开始用环保袋买东西，还把河边的垃圾捡干净。塑胶垃圾怪看大家都这么厉害，吓得咚一声跳进回收桶，再也不出来了。突然，河里又冒出一只脏脏水怪，它把河水弄得黑黑的，还有一股怪味道。小鸭阿金生气地说，这只怪兽太可恶了，我们要保护河水，不能乱丢垃圾和化学品。小狗狗阿旺旺也说，对，我们要保护水源，不能随便丢垃圾，还要减少使用有害的化学品，像是
化学清洁剂或农药，这样才能让水保持干净。聪明的小松鼠阿果果也说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水质保护措施，例如安装滤水器来过滤水中的污染物，还有清理水边的垃圾，保持水源不受污染。小猫阿喵也说，我们也要节约用水，洗手的时候可以先把水打开，湿润手，再关掉水龙头搓洗，最后再打开水冲干净，这样就不会浪费水了。大家听了都点点头，开始节约用水外，也清理了河边的垃圾，还开始减少使用对水质有害的产品。脏脏水怪看到河水变得清澈，气味也消失了，只好扑通一声逃走了。接着，田里出现了一只臭臭土壤怪，它把泥土弄得硬硬的，连小花的根都长不出来了。小蜜蜂阿嗡嗡飞过来说，这样不行，我们要减少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，改用天然的方式种菜，这样土壤才会更健康。小松鼠阿果果也说，对，我们还可以把厨余做成堆肥，这样就能让土壤变得松软，有营养，帮助植物根部生长。聪明的小兔子阿蹦也补充道，还有，我们可以种一些绿肥作物，比如豆类植物，它们能帮助土壤增加养分，让土壤更肥沃。大家听了马上行动，不仅改用天然的农法来种菜，还把厨余做成堆肥，并且在田里种了绿肥作物，来改善土壤质量。臭臭土壤怪看到泥土变得松软健康，只好咻的一声钻进地底，再也不敢出来了。最后，一只超级大的暖暖气候怪出现了，它让天气变得好热好热，连北极的冰都开始融化了。小企鹅阿冰冰哭着说，我的家快不见了，我们要赶快想办法。小狐狸阿聪聪说，我们要减少使用电力，随手关灯，还可以用太阳能和风能这些能源，这样就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，让地球不再这么热。小鸟阿飞飞也说，对，我们还可以多种树，因为树木能吸收二氧化碳，释放氧气，帮助地球降温。聪明的小兔子阿蹦蹦跳出来说，还有，我们可以少开车，多走路或骑脚踏车，这样就能减少交通污染，减少空气中的有害气体。大家听了马上行动，开始节约用电，并且把家里的灯具换成节能灯泡，还种了许多树来吸收二氧化碳。大家也开始选择走路、骑脚踏车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，减少开车。暖暖气候怪看到大家这么努力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，空气变得清新，地球的温度也开始下降，只好呼的一声飞走了。经过大家的努力，所有的污染怪兽都被打败了。
乐乐村又恢复了美丽的样子，天空变蓝了，河水变清了，草地也变绿了。村长爷爷开心地说：你们真是太棒了！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从小事做起，就能保护地球，让它变得更美好。从此以后，乐乐村的小朋友和小动物们都变成了环保小英雄。他们每天都会做好垃圾分类，节约用水，减少用塑胶，还会种树，爱护环境。他们知道保护地球是每个人的责任，只要大家一起努力，地球就可以一直健康又美丽。亲爱的大家，你们也可以成为环保小英雄哦！从今天开始，记得随手关灯，带环保袋，做好垃圾分类，还有爱护小动物和植物，让我们一起保护地球，让它变得更好吧！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